大家好，我是阿美，我是阿仁。哇，阿仁你看，港记烧腊、松本鲜奶、鲜果补给站、邻家素食，食免钱呢。迄拢是我爱食的呢。今仔日，阮代表新台的成功台语，要甲大家报好康的。为什么我们要为成功台语来赞声呢？台湾伫国家语言发展后，咱需要真侪本土的语言人才。无毋对，你看，连艋舺、樱桃园啊、派对卡孔明、Spy Family 嘛拢讲台语呢。而且伫高龄化的社会，照顾阿公阿嬷的人员也是家器人，若拢会晓讲台语，是毋是就真舒适？上重要的是，每一种语言拢是资本，你的资本愈多，你的 power 就会愈厉害哦。为着要鼓励大家练台语，咱成功台语款真侪好料，刷落来你绝对爱斟酌听。这是咱的选课系统，华语外国家语言授课，大力甲试落去。哇，这学期有10人门课，上课的语言是台语，也就是团税中的台语授课。看有清楚，必修课大学国文嘛有台语版呢。这间大学的国文不得了呢，全台湾敢若成大的学生才有这种好康的呢。你若收这种学标注记台语专长微学程的大学国文，就表示老师用台语来上课，安尼你就赚到必修2学分，台语专长微学程2学分。真正是1减2个蒙拉减洗课。啊，到底什么是台语专长微学程？选课系统再甲点落去就知啊。讲遮久，港记、邻家、松本、鲜果到底伫倒咧？刷落来你一定要认真听，用心听，好好听哦。听演讲食港记。这学期成功台语有安排14场的台语通识认真讲座，主题有数学、新闻媒体、医疗、心理、音乐，逐项有，真澎湃。来听演讲，就会当摕到港记烧腊，也是邻家素食100块的便当券。刷落来看艋舺，食鲜果。伫咧跃跃欲试，这出艋舺介绍科学家发明专门对抗阿兹海默症这种心药的过程。每一集才5分钟尔，只要你看5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，内面若有4题是正确的，就有机会得到鲜果补给站50块的水果券。哇，这是我常常去跳舞的学生活动中心。啊，这栋哪会实在遐奇怪？原来这是新大创意基地啦！你敢知影这个建筑物的故事？听台语、看英语、啉爽奶，这个活动邀请你用4分钟的时间来听新大建筑物台语、英语双语的小解，回答5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有机会得到50块的松本鲜奶饮料券。上尾一个嘛是上简单的一个。票选校园新生，咱的台、英、双语导览拢总有3个人配音，每一个人你只要听1分钟，1分钟就好，选出你上喜欢的声音，嘛有机会得到50块的松本鲜奶饮料券。听演讲食港记，看艋舺食鲜果，听台语看英语啉爽奶，票选校园新声。一个好康好料的，你一定要把握。成功台语陪你练台语，因为成功人成功台语，台语一定会成功。